刷做10分钟，伊伫流汗，这毋是健身房的团课，是中民高中健身社上课的情形。好像参加这个社团可以让身体，就是因为平常都坐在教室嘛，可以让身体有时间可以活动活动。因为我是体育班，然后平常在练习的时候只会一直做一些同样的动作，然后我就想要了解说为什么这个动作要这样做，练到的是哪边。中民高中的健身社是全市高中唯一成立的健身社，目前有30位学生参加，教练嘛是校友，希望带学生专业的健身知识。以前没有这样子的社团，也没有这样子的资源哈，那也不会有比较专业的真的重训的教练来教我们，所以那时候也比较土法炼钢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是希望累积我这几年的所学啦哈。专业知识交给学弟妹。校方嘛真鼓励学生除了读册以外，嘛会当来练身体，增强家己的免疫力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